新闻头期先来看到新竹市东区的主体大楼，昨暝10点外发生火灾，初步判断是地下室的电缆线着火，地属排烟的设备嘛无法度运作。消防队赶到现场拍火，冒出动分推车，将18楼以上的住户赶紧救出来。不过有2位消防员伫咧火场内底协助居民疏散，敢若是因为这空气罐内底的空气拢用了啊，不幸损失。 分推车豆豆升起来，甲因为即届火灾调伫大楼内底的民众，所开去1楼。不少住户想到火灾迄当阵的情形，也是感觉真惊吓。就是也是都是烟啊，对。所以您是住第几楼啊？住13楼。整个晚上都等待救援。对。都在阳台吗？即届火灾发生伫咧新竹东区自分路的大楼，日暗时10点外，警卫甲住户发现变电箱着火，抓灭火器到拍火。 消防队员到现场，随去地下1楼放电缆的所在拍火。它就像一个烟囱，我们在底下烧的时候，它的烟跟热，因为它比空气轻，它就容易往上飘。不过，即届火灾地属排烟的设备无法度运作，真侪住户拢有闻到乌烟甲臭火大味。都惊有民众要掉伫内底，有2个消防队员伫协助疏开过程当中不幸损失。听到无线电的一个 Mayday 的一个求救。 那我们在背景的一个无线电的一个背景音，同时也听到我们的一个气瓶的一个警笛声响起，也就是他们的空气瓶的一个压力应该是低于55bar了。同仁的面罩上面，他们擦也擦不掉，然后完全没办法做判断方向的一个逃生的方向，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喊Mayday求救。2个殉职的消防员，因的消防衫甲装备是拢混甲乌乌。 消防局表示，那亲像是因为火灾燃烧产生乌油，掉伫面搭的，影响视线找无路，加上空气罐的气用了，致使2个人无法度喘气。有关殉职消防员救援的时程，因伫2日暗时11点50分进行敲找任务，饭店过12点15分发出Mayday信号。 到12点25分，2个人失去联络。12点30分，派人搜救这2个消防员。晚1点的时阵，发现这2个人倒伫咧2楼至3楼的楼梯间，虽然做 CPR 急救，1点10分，将2个人送病院，不过要是救不回来。罹难者家属，我们致上十分哀悼之意。那后续我们有全力来对于家属这边来做。 配合跟照顾。今仔日透早7点，火调科重新登去现场调查。出动时，大楼是断电的状态。虽然火是拍花，不过迄当阵也有200多个住户还伫咧内底。目前还有袂少人掉伫咧内底等待救援。初步估计，几10个民众有预防性送病院。消防局嘛表示，导火甲造成这2个当人殉职的原因，监察人员已经去现场调查甲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